湿够凉。讲明仔载东北季风就会减弱，气温就会小可回转来，也毋过周末无排除有秋台来形成。讲这个热带扰动真有可能会发展做今年第19号的风台桑卡。这个拜六到后礼拜一上晚近台湾，到时阵北部、东半部水汽会增加。依然阁会落大雨，这个气温嘛会偏低。讲后礼拜一的低温有机会落到19度。天气无好，落雨煞啊，两个人做伙举一支雨伞，无扎雨伞的，敢会当先抵外退无啊。东北季风的影响，规工真湿凉。12号表的上低温敢若17度2，安尼天气明仔载后日会有空芳，不过接落来个月出现变化。未来它将有逐渐的稍微缓慢往西移动，并且发展的趋势。那也有机会发展成热带性低气压，甚至不排除台风的情形。那由于它未来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中心，所以说呢，未来呢它的路径还有强度是我们周末这边需要特别观察的重点。目前这个热带系统有机会发展做今年第19号风台桑卡，估计拜六到礼拜一接近台湾，到时阵出门爱记得扎雨伞。拜六大台北、宜兰、花莲落雨时间真长，爱注意局部大雨。礼拜后礼拜一这2天受热带系统外围环流影响，水汽较济。大台北地区东半部会落雨，其中宜兰可能达到雨雨等级。中南部山区、南部地区落雨几率嘛会增加。除了卖互家己，甲东哥哥嘛会记得做好保暖的工课。中南部地区日夜温差还是稍微比较大一些，而北台湾受到云多降雨的影响，白天的气温回升不明显。拜五、拜六气温会略较回，不过北部、东部日时要是较凉，高温24到26度左右。到礼拜一，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，各地气温会搁下降。北部低温敢若剩19度，中南部、花莲、台东敢若20度。秋天到啊，站温度嘛差较济，出门要是会记得在外头，莫去感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